伫咧中照福利内面有一种据点的服务，分做 A、B、C 三种，其中 C 就是伫咧街头巷尾咱的社区内面直接服务老大人。甲机关头一届邀请药师入到社区的据点，替民众来服务，互士大人唔免为着摕药啊四界走踪，也教这士大安怎食药啊，才是正确的观念。药师说明食药的时阵要注意的代志。伊家己关的社区长照据点，即马开始有药师会伫内底替士大来服务。即马点遮摕就好，吼，咱即马第3个月1万钱，啊，阮听我点遮摕就好，毋免过去到店坑，也是到台安尼。阮即马是较方便。咱希望这老大人来，伊甲正确的用药的观念，伊学着了，伊嘛当开工等于伊的厝边头尾，假出到讲无来参加祭典的，伊会当去甲因讲，咱的144有啥物好处，遐药师会当去甲因关怀着啥物物件。社区的长照据点主要是提供士大一寡共餐照顾、社区参与甲减慢适龄的服务，但是因为久长病看医生摕药啊，对士大来讲嘛是真无方便，所以家己关整合药局资源，甚至18乡镇71个长照据点设置行动药师，方便士大来使用。你老人足侪位啊，你要去到病就较无方便啦。啊，即马有当社区吼，有当去病院派医生来，叫护士来，哦，安尼就非常方便。首推的话会有41个点，会有我们药师，然后到据点去帮忙做一些用药的一个把关跟咨询，甚至一些药物的一个整合与回收，这些都是我们把药师照护前进到144的一个目的。药师表示，真侪士大因为身体保养甲久长病，拢会食保健食品也是药啊，但是这当中有真侪美角拢需要注意。因礼拜社区除了方便士大摕药啊以外，上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增加士大对使用药啊的认捌，减少错误的用药观念。记者林慧婷，家期报道。